好啦，如果陳方安生，其實應該陳方安生佢係第二嘅，講錯咗，第二個選擇對我嚟講，第一個選擇係將個位俾翻民建聯，唔係讓俾佢，係俾翻佢。因為個主席屍骨都未寒，佢係因病逝世，基於嗰個政治和解、政治和諧同埋個政治風度，我哋將呢個位泛民主派，我哋唔去選，俾翻你民建聯。但係你民建聯一定要有人出嚟話要選，咁於是就自動當選，跟住政府又慳翻啲錢，係嘛？大家唔使去投票，啱唔啱先？嗱呢一個提議咧，有啲人話我琴日喺泛民即係嗰個同阿何俊仁啊、何秀蘭大家傾個機制嘅時候，我提出呢一個睇法。我先要提兩樣嘢，第一，我係主張將個位俾翻呢個民建聯；第二，如果唔得，就叫阿太出嚟選；第三，我哋先傾協調機制。嗱，呢個係我琴日講嘅，各位大家要清楚嚇。我琴日講三樣嘢，第一，我認為個位俾翻民建聯；第二，如果唔得，就叫陳方安生出嚟選。陳方安生當唔肯選啦，咁我哋咧就自己整個協調機制，協調一個人出嚟選，好清楚嘅。咁我解俾大家聽，點解俾翻個位民建聯？個位原本係佢，你同佢差咩咧？嗱，喺政治學上，亦都有呢種理論基礎，亦都有呢種實際嘅做法嘅。因為係比例代表制，選黨不選人。當時你係選嗰張名單，呢張名單而家有人當選嘅人出缺，就應該俾翻嗰張名單嘅人去遞補，就唔使選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但係香港冇呢個制度。喺台灣立法委員選舉，立法委員即係國會議員，台灣嘅立法員，即係香港嘅立法會咁，有220個立法委員，全部都係民選嘅，但係佢分成兩個部分，一個部分係分區直選，好似我哋香港咁，分區，香港區、九龍東、九龍西，佢就台北市就一個大區，然後台北市呢個大區裏邊分台北市南區、台北市北區咁樣嘅東區，咁咧就按照人口比例就有若干嘅議席，然後採取單票多議席單票制，你只可以選一個人，但係佢係多議席 ，OK， 咁所以你個政黨一定要識得配票，要識得配票你先可以多人當選，否則你冇辦法多人當選。呢個叫多議席單票制。一種選法分區直選，另外一種叫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。呢個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大概有都有成20個議席嘅，咁啊點樣選咧？就係按照你分區直選政黨得票嘅比例分配議席，就咁簡單。好啦，當呢個比例代表制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出缺，有人死咗，有人俾人拉去坐監，嗰個位點樣填補？由翻嗰個政黨去填補。唔使選，喂，我唔係生安白做㗎，我係有根有據。結果有啲人話我偽善，我扮嘢咧。阿湯家驊細集咩？俾翻人嗰位，即係你一個識政治嘅同一個唔識政治嘅講，你係好很痛苦嘅呢啲嘢，即係好很痛苦嘅啫，都痛苦到暈嘅，你知唔知？你即係你點9唔搭8咁點講咧？即係你等佢同葉劉淑儀講，佢同阿周融講。啲民主派又話要自己初選候選人，咁咪又係即係篩選，又反對呢個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又篩選喎，你自己又篩選，咪自相矛盾。咪呢個八婆咁樣講嘢，咁如果你去政治辯論，你會輸俾佢，你好死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嘛？呢啲係潑，所以我話陳方呢個葉劉淑儀嗰個政治論述係停留喺潑婦階段啊嘛，呢啲咪潑婦啊？仲有一個潑男喎，叫做周融，係咯咁，你老味你真係聽翻個段錄音帶，你咪血都噴出嚟啊！喂，我講過90幾次啦，民主派呢個篩選，仲有篩選完之後，有人可以唔選，有人可以唔跟照呢個機制自己出嚟選㗎，係咪啊？美國民主黨8個人，希拉里、奧巴馬咁成班，而家熱門係奧巴馬同希拉里，咁萬一如果佢黨內投票初選係希拉里當選嘅，係咪代表淨係希拉里一個人去選啊？共和黨咧，跟住仲有其他人咧？呢個唔係篩選，篩選係好似提名委員咁，何慶清嗰個契弟提出嘅，你提咗個3個人，篩選咗3個人之後，就冇第4個人㗎啦，啱唔啱啊？然後嗰個篩選嘅權力啊，控制喺嗰個提名委員會嗰度啊嘛。
喂，呢啲可以攞出嚟講，然後喺嘴藐藐喺個電台度，咁咪即係自相矛盾啦咁。然後跟住有個八公啊，咁咪係啦咁。呢啲咪叫做有口話人，冇口話自己咯。你老母呢啲咁嘅政治論述，你同我哋辯論，你翻屋企瞓覺啦，2下收你工啦已經，啱唔啱啊？所以如果我去選咧，我一定要求電視辯論。你葉劉淑儀嚟同我隻揪，你死得啦呢啲！我是但都可以整2個 trap 等你踩落去啦，唔係講笑。呢啲真係大家對我要有信心。但係你會唔會因為咁樣投我票係另當別論啦？啱唔啱先？係咪？佢真係輸緊啊！咁冇水平，咁冇學，係咪？仲有個要害就係佢要做特首啊，大佬！你俾個咁嘅人，咁咪即係自相矛盾咯。你睇嗰陣時對阿涂咪知啦。你涂議員咁冇禮貌咧，我唔會答你嘅。我睇到佢啲嘴面啊，佢冇變過嘅，大佬。啲人話佢而家變咗咪收咗幾條僆仔後生嘅僆仔咯，係咪？一變咗咯，係咪？中意同僆仔做朋友，唔係中意啲老嘢做朋友咁解啫，係咪？變咩？係咪？嗱，我嘅睇法好簡單，你俾個位民建聯可以促進政治和諧、政治和解，仲有你俾咗個題目佢。如果佢話，我唔要啊，我哋應承咗俾葉劉㗎，咁佢撲街啦！呢個黨可以收工啦，叫佢散黨即刻，啱唔啱啊？即刻散黨啊！大家聽落係咪好巧咧？但係冇用，因為民主派嗰啲人話我白痴，毓民喺度狗噏，冇可能讓個位俾人嘅。咁即係你要搶個位嘅，搶個半年嘅位嘅，你都唔係為大局啦，係咪？為大局你就要叫一場春夢，呢次補選冇得贏。而家咁樣搞落去，佢呢次補選贏緊，出年瞓喺度比例代表就係攞一席位，發達啦！佢有 mandate， 有legitimacy，佢2012去選特首，你堂揾條毛同佢選啦，係咪？佢攤開喂，我補選又贏民主派，如果我香港攞到50%，咁咪即係九龍都攞到50%咧？咁如果你直選，點解唔係我做特首啫？更何況而家係小圈子選舉，你堂淨係識飲紅酒啫咩？你有民意支持咩？我有，港島區有10萬選民投我票，你係咪瞓喺度啫？即係你係咪嘔血啊？即刻係咪？咁佢做特首喎，你驗唔驗問啊？係咪？葉劉淑儀會2012年做特首，如果你放生佢嘅話，呢次係嘛？嗱，所以如果大家認為，即係我個諗法，我覺得好聰明嘅，但係啲人當我蠢嘅，招佢都難接㗎啦。俾翻個位民建聯，佢又難接；叫阿陳方安生去選，嗌到陳方安生去選，佢又瓜更，係嘛？你泛民又唔使分裂，幾好啊？係嘛？係咪一石90幾鳥啊？但係結果冇人睬我，連報紙都唔登喎。我今日晚又嗌一個，你幫我寫啦。你寫我呢個意見啦，我而家咪下個禮拜我又寫一篇長啲嘅新報，唯有咁咯，冇人睇嗰度慘啊嘛，你明唔明？你話我哋呢啲意見各位係咪高啊？係嘛？